由2020年開始咧，咁我哋就引入咗無人機嘅技術啦，希望可以用最短嘅時間咧，可以咧睇到更長嘅海岸線。呢個多參數水質儀咧，我就會將佢放入去個水樣本嗰度啦。咁入邊係有唔同嘅探頭去 check 個水入邊嘅水質狀況嘅。氧嘅濃度係8個毫克每升。咁8個毫克每升個水平即係點咧？如果係根據香港嘅水質指標，咁就係高過4毫克每升咧，就為之符合個水質指標嘅。咁同樣地，根據國家嘅海水水質指標咧，如果係嗰個溶解氧高過每升6毫克咧，就為止第一類水，咁就係好優質嘅水質嚟嘅。咁